台南市近年来天高热的防疫有成，为了将防疫融入生活，加强学生公共卫生的教育，教育局对今年甲成功大学合作，首创开发校园天高热的预警系统，运用幼儿童的监测数据加气象资料等，以人工智慧来计算预估后一礼拜校园天高热的曝险度，透过学校的走马灯传达预警的消息。我们有12个国中一起连线加入这个计划，也就是说，当在校园里面，我们附近的这个幼儿童，它的指数飙高的时候，马上就能够得到预警，在校园周边的环境，那预测下一个礼拜是不是登革热的这个曝险的程度如何？那我想说这个部分，由于在学校里面是公共区域，而且说面积蛮广的，很多公共区域或者杂草有草的地方，或是有户外或室内教室内阴暗处有躲着蚊子的地方，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登革热的这个曝险，甚至感染。所以我们特别以校园为这个标的。这项校园天高热的预警系统，上午伫延平国中正式启用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、清大电机系教授，加国家媒网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，拢共同出席参与，希望将防疫融入校园的课程。台南市有15个行政区，大概有3000多个这样的幼儿童，我们会请人一个一个去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记录下来之后，就可以去推估下一周的曝险度。那曝险度呢，大家有看到刚才的牌子，它有分100、200这样的区间。如果它低于100，那就是低风险，蚊子会比较少，那相对被蚊虫叮咬的几率会降低。那如果那一周你们已经到达100到200之间了，那表示蚊子多到可能你很容易被叮咬了，那学生就要出动，就要去看看厕所，或者是树丛、草丛里头有没有一些滋生源被乱丢，然后导致呢蚊虫滋生。那这样的清除，我跟大家报告，会少非常非常多蚊子。我们学校在推动的这几年来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样的改变。教育局表示，目前这项计划已经伫全市10几间学校来推动，未来将协助学校、甲社区，甚至医疗单位来合作，共同推动相关的社区防疫课程，再甲学校、社区结合，提升整体社区防疫参与的意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都有各自一个预警的。